今日做少少襯搭啦，咁今日我用二手衫去做啲襯搭啦，襯啲可能或者會貴少少嘅鞋啊。咁你喺任何二手店都得㗎啦，你唔一定要夠細軍嘅啦 Finish 先，或者香港有啲古着店嗰啲㗎嘛，所謂，或者你去到日本有古着店，你可以睇嗰啲嘅二手衫，即係譬如呢件咁樣波衫啊，咁可以襯啲可能貴少少鞋嘅，有啲人中意咁襯嘅。咁我手上咧就喺度舊少少嘅Puma，呢度係 Helly 同 Helly Hansen 聯成嘅叫做 Ozo City 嘅鞋啦嚇。咁即係如果你喺Farfetch啊，或者 Goat 啊，或者 StockX 嗰啲咧地方咧，或者你會咧揾到依類型嘅Puma鞋，貴少少可能俾人炒啦，我唔知啊，即係 resell 啦嚇。咁可以做襯搭，用呢啲嘅Puma，咁當然有啲人用 Jordan 啊，用 Nike 啦，咁但係即係都介紹下啦，你可以考慮呢啲咁嘅型號嘅Puma，就舊少少，但係咧就可能仲貴過全新嗰啲嘅，即係最新嗰啲嘅。咁係咯，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啦嚇。聖誕節就嚟啦，光棍節啊，黑色星期五就嚟，你哋可以睇下。OK， 仲有呢度咧係講一講，就係咧你好似足球鞋咁嘅，咁而家我有舊款啲嘅Puma足球鞋，亦都有新款嘅Puma足球鞋。留意呢個咁嘅頭嘅設計。